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这2天，大家听到一个国际性的大消息，也就是土耳其甲叙利亚这个所在的大地震。这个大地震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亡了4000人。台湾行动佮关心，咱是世界一传。趁这个时阵来认识到叙利亚难民的运命。来看咱台湾，敢若较少见。台湾新眼界，当然爱有世界观。首先来绍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著名的地质学家陈文山陈老师。大家好，大家晚安。那第二位是正大阿拉伯语文学系的副教授张景安张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3位是咱前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主任陈良全陈教授。大家好。那么另外呢，还有在咱线顶咧等候，也就是现在呢，长期在这个叙利亚这个难民区，也就是土耳其的境内呢，咧做这个 NGO 的团体的代志。台湾雷汉乐世界公民中心的执行长。邱进武邱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邱。是，咱即摆呢，还有一位是咱台湾在台湾的土耳其的这个侨民，但是小等涂家再来出现来在线顶。首先，咱就来关心，在目前土耳其的这个大地震，尤其呢震央是在叙利亚就是东南边，甲土耳其的各界，那么灾情十分的这个严重啊。死亡的人数一直在增加，而且呢，根据咱现场的来宾来讲啊，这个已经是无法度来统计精准的这个数字。目前呢，传出已经超过了4300人。那么几千栋的厝，因为呢地震来崩去，有一寡被地在内面，伫半暝困在水这个困在当中啊，向地势的民众一直在发救命，因为当地呢非常的热。真侪有路无厝的民众需要协助。伫我近震央土耳其南部的卡拉曼马拉斯，搜救人员合力将一名受困伫砖仔厝下中的查甫人救出来，不过也有更较侪民众是掉伫内底等待救援。听到声音，却无法度救，是目前土耳其灾区现场面临的共同困境。伫伤重上严重的边境城市安塔基亚，即无简单脱困的家属等袂到搜救，听到亲人喊救的声音，哪听哪想袂哭。土耳其东南部甲叙利亚边境的加济安泰普，初六透早发生规模7.8的大地震，9点钟了后，搁来一个7.5的大地震，震央位伫加济安泰普北方96公里的所在。后来搁发生超过200多摆的地震尾，强烈震波变成辐射状，影响4个月城市。土耳其甲叙利亚拢传出严重的死伤灾害。土耳其2座古城建物毁损，几啊千栋大楼、民家厝拢毁损。有医护人员将车当作是临时的病床，协助治疗受伤的灾民。因为大地震来袭的时阵，多数的人拢伫困眠中，遗体互发现时阵，身上拢也穿困衫、包棉被。也毋过活落来的人面临更较大的困境，规个厝一暝毁了了，亲人敢会当获救？生活是啥物时阵恢复正常，拢是毋知影。有灾民冒险进入砖仔厝下堆中来款物件。灾区天气寒冷，倒去的楼房附近也阁有高高的积雪。几啊万名无家可归的灾民，就近到大卫中心体育馆穿真实避难。伫户外的灾民也围着火堆度过寒冷的暗暝。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那么马上呢，咱就来连线吼，在线顶就是咱的邱进武邱教授。邱教授啊，你嘛长期性吼，在这个震央的地区吼，这个难民营这个所在经营咱的台湾中心，你甲咱看吼，你的这个同事都传回来，这个最新的情形是安怎？啊，咱的中心有安全无？就是说，我们是在雷汉勒市，那雷汉勒市是在哈泰省。哈泰省呢，目前大概有1300栋房子呢被摧毁，而目前哈泰省呢是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瓦斯的
那各位也都看到新闻，所以说现在呢，因为冬天还没有过去，所以说台湾中心现在呢，已经有200-300位的妇女跟儿童正在台湾中心取暖，我们也提供热食。更重要的是，因为之前联合国有捐赠我们所谓的发电机，所以说我们也提供免费的充电的服务，让这些灾民、让叙利亚人、土耳其人能够让手机继续有电，然后联络他们的家人。那因为这一次的地震发生的地区，刚好是过去11年前叙利亚内战大量难民涌入土耳其的地区，所以说本身就相对的贫穷，公共设施也相对的老旧。所以说这次遇到这样子规模这么大的地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要让所谓的水电、瓦斯、道路设施恢复正常，将会需要大量的资源以及大量的时间。是，邱老师，我看吼，已经在网络顶头有人发起着讲吼，大家来捐款要吼，这个世界咱的这个公民中心吼，是咱的台湾中心，通好来做后手的这个处理吼。你认为即马目前为止，咱这个公民中，咱的这个台湾中心上需要的这个帮助是啥物？是人员去到现场呢，还是钱银去到现场呢，还是物资？了解。目前整个哈泰省是被军方所控制，所以说没有人可以出得来，也没有人能够进得去。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也许哈泰省就会开放。所以说我们在台湾现在正在募大量的资金，因为我刚刚有说，在短期间之内，没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地方是没有水、没有电的。所以说要让这样子几万人的一个城市，在没有水、没有电的方式下，能够继续生存，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为这一天开放的时间来做准备，因为一旦哈泰省开放，物资就要进去，台湾中心就要准备好，开始做紧急的救难的安置，以及所谓的物资的发放。是，邱老师吼，第三个问题是，咱的这个台湾中心，咱最大的这个这个 capacity 吼，最大会当收留的人数是偌济？我想我们目前因为我们的基地的面积是7000平方公尺，是雷汉的最大的公共建筑物。所以说，我们要是收纳大概最多大概4000个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4000个人吼，有通好踮遐困、踮遐食、踮遐大呢。在当地有像咱台湾中心啊这种所在吗？我诚实的跟主持人讲，到目前为止在雷汉勒市房子倒下来，其实是没有救援活动的，是没有任何救援行动的。因为这个城市在平时的时候，救护车就不够，在这个城市在平时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消防车就不够。所以说，作为一个边境的小镇，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其实是你看不到任何的救援行动，你也看不到任何的所谓叫做救难队，没有。而到目前为止，台湾中心也没有收到任何政府机关的帮忙，或是任何的慰问，或是任何的电话，完全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照顾自己的同时，也照顾附近的居民。咱即马咱台湾中心有几个卡手，咱的同事有几个卡手，那即马可能咱人送入去嘛无法度，才干了8个尔。没有，我们总共有30个人，有30个人，可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所谓的当地的 community 就是社群大概有5000多位人，所以说他们会主动的过来帮忙。例如像台湾中心现在一直在发电，所以说他们也会说谁家还有柴油，就拿来台湾中心，让台湾中心继续的能够来发电，这样子来做。是，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台湾中心能够撑多久，因为真的是没有资源，也没有资源能够进得了雷汉的市，因为所有对外的交通全部被摧毁了。哈泰机场的跑道也被摧毁了，我们不知道能够撑多久，但是我们就撑到最后一天，帮所有的人帮到最后一天。是，老师，
咱因为真侪观众朋友是头一摆知影讲哦，咱有一个公民团体，像老师你这种人，伫这种高界的所在咧做这种代志吼，你甲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公民中，咱这个台湾中心，咱成立的宗旨，乃至到讲后手需要咱台湾人来做啥物代志，看到这件代志，来想到啥物？因为11年前爆发叙利亚内战，叙利亚内战是自从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人道难民危机。土耳其收了400万的难民，而雷汉的是10万的土耳其居民收了25万的叙利亚难民。哇！台湾中心就是想让在这个地方的难民以及贫穷的土耳其人，让他们的生命的品质能够提升。所以说，我们在过去的7年盖了一个雷汉的是最大的公共建筑物，除了提供基本的医护、教育之外，更重要，我们带当地的叙利亚妇女，然后有一个工作机会。而现在雷汉的是不只有难民危机，还有所谓的这么100年难得一见的大地震，而我们台湾人刚好在那个地方建了台湾中心，其实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展现台湾外交、国防、民间的软实力，如何让台湾人、台湾的力量、台湾的慈悲跟智慧，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我相信有一天，台湾人会受到世界的尊重，不是因为我们来自于台湾，而是台湾人能够在世界最昏暗的角落，能够点燃一盏希望的烛光，点给世界看。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台湾中心，帮助这个受创的人们在土耳其的边界上。是，感谢老师，我也希望老师继续努力，若需要台湾咱这边有啥物帮衬来跟咱节目中心来联络，先是在这个面册顶头甲大家宣布，咱会随时来公布，大家来知。老师也保重，感谢，多谢，谢谢大家，谢谢。刷来，咱就来请这个陈老师来讲咱知影这个地震到底是偌严重啊？要安怎来比喻？譬如讲921，跟咱比起来，921是因较严重，还是咱较严重？还是讲这种程度爱需要什么条件？我想土耳其这道地震规模是7.8啦这种规模地震是咱陆地上陆地上也要讲地震来讲，这7.8已经足大的地震。咱真少讲伫陆地上有到这个7.8以上的地震。一般来讲，咱超过7.8以上的地震，它拢伫海底啦。环太平洋，咱太平洋周边的海底内面啦，因为这是一个板块隐没带，伊靠较大。陆地上来讲，一般真少啦。但是一般来讲，种陆地上要规模到7.8以上来讲，一般是板块边界较有可能啊。咱所谓板块边界，就是咱像加州，咱圣安地列斯断层，伊就是2个板块边界。这种高界所在，伊靠到北，所以季节的所在，这种因为板块真大嘛，所以伊累积的能量也足大嘛，所以你看加州来讲，伊1906年伊是8.0的大地震。伫旧金山，所以旧金山诶，规拢毁掉伊。那另外一个是2008年伫四川，这个地震，汶川地震8.0，这种所在较有可能。所以这道来讲，伊当然7.8嘛是足大的地震。那但是这道地震有真奇怪，咱看这个图来讲，头下咱伊这个黄色的所在，大概就是土耳其的所在。土耳其的地震伊主要是分布伫北边这个所在，搁南边的所在。咱看搁另外一个图讲伊的这地震，这红色的点拢是地震，所以伊主要地震是伫南边和北边，这个所在。那过去来讲，历史来讲，过去100年来土耳其的大地震其实伫北边。你看这分拢走伫北边了你看圆圈圈你看伊边仔有写1944年、1943年。这拢是迄个大地震，规模7以上的大地震，伊拢伫北边遮。所以你看1999年有2个伫伊斯坦堡这附近遮。这个1999年咱台湾的迄个吉吉地震同时间嘛，
伊是8月17，咱是9月2日。是，因的死亡人数17000人，官方的公布，实际上一般可能不止3-4万人就是啊。好，所以伊这地动吼，差不多1-20年一遍，1-20年一遍。这道你看，这道是南边，南边这你看无地动，无大地动，过去100-200年来吼，无超过7以上的地动，所以这道有7.8哦。所以这边家吼，这道的地动伫这道家应该灾情非常惨重。我这边意思是讲，伊是一个足大的地动，比较早北边家较大。哦，另外一点是吼，伊这100-200年来无地动吼，所以变做一般咱人的心理上吼会放松较慢皮啦，就慢皮去啊啦。因为讲啊，我这区家应该无啥物大地动，所以起厝来讲吼，厝的迄种强度各方面拢会较歹一点。啊！你北平遮因为1-20年一遍，1-20年一遍，所以让伊的较紧张。紧张。啊，随时讲，头先迄邱老师也讲，这个所在拢真侪南明区啦，吼，还是较散轻的所在，较无咧起这较强的厝安尼。无，因为你嘛无迄钱，哦。是。所以这一般的来讲吼，咱伫中亚吼，莫讲伫即道土耳其遮，中亚拢差不多呢，因为较散区，拢较散遮，拢山区嘛，较散。所以你看，伊小小一个吼，规模6.2的地动哦，伊就死几万人啊，所以伊人啦，是，伊规模5.8就死1万人啊，规模5.8、6.2的台湾吼，无人会受伤啦，所以这个因为伊的建筑物较弱，因为这较散架，吼，啊，所以伊的建筑物较弱，啊，所以这道的吼，这边的地动啊特别注意，我这边佮提出一个呼吁啊，好用吼。这道地动是遮吼，过去无大地动哦，所以你爱特别注意吼。伊后来吼，往后的几个月，还是10-20年吼，我咱来讲，你这区遮一定有规模7以上的地动。哇！一定够有，我来保证，绝对够有。哎，因为伊这断层吼太大个，太长了。咱这个断层超偌长的所。这几百公里吼，另外伊有东边遮吼，伊牵到这边遮落吼，伊会连到什么所在呢？伊会连到这个吼，这个希腊这个吼，这边遮来，这海底遮来。哦，连去到海底去。啊，连到海底，遮塞浦路斯，伊经过塞浦路斯岛的北边，伊经过遮，所以即马伊也塞浦路斯遮佫无。遮也搁触，因为伊即摆已经触动啊，7.8，所以周边遮的短暂的伊会可能会提早，也是佫有。啊，你啊塞浦路斯遮吼有较大地动吼，爱注意一个啥物代志？海啸。海啸。这个津波吼，这个看啊，所以遮周边的地中海遮的国家就要注意啊。这爱特别注意。另外，这条短暂咯，过去100年来无7.0以上的地动哦，无哦。这倒是头一遍。啊，所以变了，伊是已经，啊，要讲啊，可能伊的周期已经到啊。啊，另外7.8地动，伊的触动边较灵去啊。较灵啊，边啊的短暂，伊会开始要反啦。伊参北平才相共，北平这地动吼，伊是我头讲10几，伊差不多100年来，伊才10几年一遍，10几年一遍。这度像安尼讲啊，吼，这度就是北平这地动。遮你看顶悬这遮吼，伊也地动伊的地表会碰起来嘛。阮即摆用碰的关度吼，去知影伊是去小估算伊的放的能量偌济。伊即摆这北平遮吼，两个所在无地表还袂碰起来，一个啥物所在？一个看你看东平遮较低较低的所在，这大家吼，这大家，一个吼是靠近伊斯坦堡遮。这无，这都市繁华所在呢。有，这100几年来无地动，所以阮大家咧注意这段。其实我直接大家咧注意这段，就是啊，这段是伊斯坦堡的这大家，啊，这拢有啊，这特别拢有啊，这几大段拢已经。其他拢发了，拢发了，哎，加这两位。哇，这真正要注意哦。啊，小共就是讲南边遮吼，200年来无地动嘛。所以你要注意啊！是，我要先请教这个陈老师，啊，刷来再来请张老师来讲吼，这个所在这个地质啊、文化啦、地理啊，啊，然后线顶啊，佫有咱的这个网情吼，咱的涂家，伊住伫台湾的托尼基的人吼，小等下请伊来线顶，先请教这个陈老师，
咱看到托尼基吼，即马即个情形，叙利亚即个情形，咱也知影，头拄仔讲，即个所在，即个难民所在吼，啊要救援，这真正真困难哦。你评估即马目前即个救援的情形，虽然国际拢去啊，但是咧救援看起来是2工3工之内安尼啊，你甲看？我看是无毋对啦，因为地动即个灾害就是发生就发生啊，啊人要待落都是待伫内底，所以要救援是真困难的代志。地动的一般的防灾是，迄个地动以前免咱去预防。你若要救援，尤其即大楼内底，你搭地啊，你即摆去无法度。过去的统计就是安尼讲啦吼。一般的地动的救援，70%是靠着厝边头尾，也是靠着你家己的人。因为迄个上介紧的时阵，你才有法度去救。20%是靠着地方政府的救援系统。剩的差不多10%也是无够的，是靠着这所谓国际的救援团队。咱救治的时嘛是安尼，救治咱有足侪人来甲咱救，但是真正救着的活起来人无几个，因为已经时间过啊。那你讲不管是72点钟、48点钟，即摆去到位都已经过啊。所以真正若地动要发生，可能就是你厝边头尾有法大家来救，但是即摆的建筑物若用即款大的什物河溪啦、土迄落水泥的，你根本厝边头尾嘛无法度救啦。所以这拢是大的问题。所以讲起来是大家真热心真好，但是要安怎去救是一个足大的问题。老师，伊是哦，咱做这个节目，除了咱有国际观吼，也是要来关心着难民啊，还是安怎？咱不免会想到讲咱台北市呢，咱台北市呢会使讲是咱必须去用评估讲是上危险的暴露，伫咧即个危险之内上危险，因为足侪厝地拢超过40年以上，吼，啊，佫有60%几以上的人拢无，抑佫无活吼。咱即马即个安全啊、加速啊，即嘛讲过足侪届啊啦。但是安怎自保，有啥物原则？通我来讲，咱大家就知。我想地动要会当自保吼，实在是你的厝要安怎卖晓一地动厝，即边安尼因叫做迄落collapse 迄落双柄式的迄个 collapse， 规个火去啊，花去安尼。啊，迄就是你的韧性无够啦。啊，即款的建筑物大概拢是咱较老的，比如讲咱较早用迄落红砖啊，用啥迄款咧，一定是无够迄个力。啊，过来就以后咱有可能有一寡铁筋啊，但是火候无够，所以迄款的建筑物足危险的。所以若对台北也是新北市，咱这个大都市来讲，就是你爱先去评估，看你的迄个主体吼，你的大的所在是毋是迄款一个地动就会崩落迄款的。啊，那迄款嘞，时间拢无法度救，所以第一我是感觉，第二吼，可能若要安怎去改，想办法，毋是规个定起薪嘛，无得改，因为你起薪都系大家拢讲甲对啊，即马伊听讲这20年以来，这老师当下这民众就知影讲，这20年无发生大地动哦。所以可能就是上介基本的，免啊，互伊买卖一个就崩落的修改方式，真困难。但是至少莫讲一个就搭落，还是足定。咱是讲吼，种大震动吼，大地动莫倒，啊中地动吼会当修理，小地动吼袂歹。那这个建筑物啊要做到安尼，尤其是老旧的，咱这40-50年以上的这个厝地，敢有法度？咱国家敢有这种？尤其老师佫做过这个防灾中心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主任哦。这修法也好，还是法律面，还是这个民间面，要安怎来自觉咧？即款呢，我想是一个法律渐渐有咧改啦。咱伫92以后，咱就咧讲要来加强这个，所以有一个就是都市更新，但是迄真慢啊，足慢的啊。所以最近有咧讲，就是讲你来补强，补强嘛无遐简单嘛，是大家拢爱同意嘛吼。但是即摆最近佫想讲啊无安尼啦。较基层，咱叫做软弱层，因为咱做这拢是条啊较散。啊，伊佫有迄个钉仔卡。
迄款的所在要安怎升格？够强嘅，嘿，互伊地当时有一处理也无你看，迄个但是莫一个就答。规个人扯落去安尼。但是这嘛都爱厝主家己爱觉悟啦，对不对？哦，因为我知影上界费气就是足侪人讲，啊，我若修理厝，啊，人就讲我这是危险，啊，我价值都无。有影咧，我嘛真感慨吼，这我甲陈老师已经熟悉超20-30冬啊。那见摆着即种场合咧见面，啊，见摆着讲即种话题，啊，其实咧整个毋若讲台北市啦，整个台湾其实会当讲哦，采取行动的，其实是少数啦。对，所以我是感觉安尼啦。真正你讲要过登记啥，真正有真慢啦。但是上界无免啊，互迄个卖安尼一个就放落，一个就卡落，即款代志看。爱想即步哈。啊，即款的法规最近20应该是2冬前，法规有修改，就是迄款的所在先去评估看伊有迄款的危险无，啊，那会当先一部分来修改来做。但是这个嘛是爱拜托大家。真正爱小啊，生命家己顾，爱觉悟啦，爱觉悟啦，是，来，咱是线顶吼，咱台湾真著名的这个网庆，咱的涂家已经在线上哈，涂家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涂家，大家好，我是涂家。是涂家，你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的家人，尤其我们都知道哈，因为你的两个妹妹都来过台湾。那我们也在网络上也看过他们现在平安。现在他们都没问题。我妹妹因为是你们知道土耳其的Kahramanmaraş城市跟加兹安特城市最 focus 的地震最大的影响的城市吗？是。我妹妹是加兹安特城市是城市的一个公务员。地震的时候他很怕，他先没有动作，可是之后他快下去，他下去的5分钟之后，他住的大楼是倒塌了，可是他没事的，他在一个客运的公车里，客运站里面，他们休息。是，那么涂家。他刚刚哦，其实现场的这个老师啊，他有说到，在近期之内啊，尽量不要再进到房子里头了。那么，您的妹妹现在有其他的地方有政府有安排，或者是有现场的 NGO 团体能够来帮忙吗？其实大概10个小时之前开始帮忙嘛。10个小时之前还有给他们喝的汤，还有给棉被。不过还在不够的，因为是这个部分是我还有感谢台湾第一天赶快救援的人寄给土耳其帮忙，因为是这个是跟1999年那个伊斯坦布尔地震不一样，因为是伊斯坦布尔是只是一个城市嘛，可是这次有10个城市，10个城市的意思是每个城市很大，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帮忙别的城市的话，大概3-4个小时需要开车的。所以现在土耳其自己不够，可是台湾、日本还有其他国家开始帮忙了，所以很感谢你们。现在我妹妹是在一个大家等的一个客运站里面等，那边有政府帮忙，他们给他们汤，给他们棉被。因为是你们知道现在土耳其的东南部-4到5度。哇，这么冷哈？那它晚上有暖气，可以有。其实都没有暖气，因为是现在很多地方没有电。还有我的亲戚们是，其实我的老家也是Kahramanmaraş城市，Kahramanmaraş的 Elbistan区。你们知道第2个大的地震是 Elbistan 城市7.6吗？是。Elbistan 区的现在这么多大楼倒塌了，所以那边还没去救援。Elbistan 区的人口是13万，可是那边还没去救援，因为是那边比较远的一个区。那边也都没有电，都没有水，还有那边的政府也很难去嘛，所以其实那边比较可怕的。我的亲戚也在那边，我的亲戚的我爸爸的
表哥跟他的孩子是今天早上他们过世了。哇，所以你大概能够联络到的亲戚现在都知道，或者是说他们已经也都不在了。那这个现在你觉得台湾人在，尤其现在，尤其是你哈，不管是你或者我们台湾人，我们除了我们在台湾，我们已经有救援队过去了，我们还能够多做些什么呢？因为看现在状况，即使到了土耳其也进不去。其实刚刚说了，现在很多城市，这个10个城市最大的问题是机场不能用，很多路下雪的关系不能用，还有很多路破掉了不能用。还有这个10个城市的人口是1300万人，所以1300万人，这个地震的有影响吗？当然是嘎赞特城市、哈泰城市、卡拉马马拉城市最大的影响。可是，比如说阿达纳城市也有倒塌了大楼，比如说奥斯曼尼城市也有，阿迪亚曼城市也有100大楼倒塌了。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 focus 哪里我们不知道。是。涂家，刚刚这个现场的陈老师也有说哈，因为这个土耳其的南部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地震了，对，所以大家其实，在心情上其实是放松的，然后在建筑或者是这个防震的意识上是比较没有的。你认同这种说法吗？其实这样说，我们那个卡拉马马拉城市是大概我的是第8年代嘛，我们住在那边200年多的，可是这个时间我们都没有遇到在那边地震，小的地震也没有。卡拉马马拉城市，我们都 focus Istanbul， 大家等 Istanbul 会发生大的一个地震嘛，所以政府也 Istanbul 准备了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其实在安特还是卡拉马马拉城市遇到这么大的，还有。现在新闻也分享了，这个是最可怕的，因为是2个大的地震，只是9个小时。你们知道，一个是早上4点，一个是大概下午2点发现的一个地震，所以大家说这个是很可怕。还有还在继续那边，现在4点8、4点9的地震。是。那么涂家，我最后一个问题，我请教您哈。在像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你看到台湾，我们台湾台北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我们20年没有发生过大地震哈。你几乎可以感同身受哈。你自己的最大的感想是什么？家里的这个防震也好，或者从此以后，假设再过一段时间，你要重建你在土耳其的家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这样说。当然是我刚刚说的，大家等 Istanbul 的一个地震嘛，其他的城市我们没有很 focus， 我们做的有可能我们做的道路没有那么强的，没有那么厉害的。其实土耳其是一个地震的国家，可是我们只是 focus Istanbul，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如果这个地震 Istanbul 有的话，当然是我们知道做什么。可是冬天的关系，还有土耳其东南部的关系，我们真的。还没准备好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地震，因为是之前的这边有一个地震，可是500年之前，这个500年我们都没有遇到地震的关系，我们真的没有准备了。可是我台湾这个部分我真的我觉得台湾很厉害，现在台湾的很多道路是很强很厉害的，地震的状况也很厉害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学这种东西。还有，我真的很感谢台湾第一天，很多救援人去土耳其，还有今天也会去，还有台湾政府帮土耳其捐款20万美金，这个部分是我们不会忘记的。今天在土耳其发生这种的地震，可是明天别的国家大家需要帮忙，因为是一般的这种的事情，土耳其政府不要国外来帮忙嘛。可是这次真的我们遇到很大很大的地震，什么多国家需要帮忙土耳其。是涂家，我们在现场呢，还有这个在土耳其南部呢，也有做过实际的这个叙利亚城市难民的这个调查哈。那么也许您也可以来听听看，张教授
他对于这个土耳其南部的这些叙利亚的难民，他们现在的一个处境哈，那么也尤其是这些南部，我们也知道这个前面的这个裘老师也说，就是土耳其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国家，它几乎是收纳了几乎400多万的这个叙利亚的难民哈。那么你对这个事情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我所知道，似乎对于这些难民，他还提供健保，是吗？其实刚刚邱老师应该是说了，土耳其人很友善的，我们帮忙很多叙利亚的人嘛。邱老师说了，400万多，真的有现在。可是你们知道这个地震还在叙利亚有，可是我现在都不知道在那边怎么样，因为是土耳其新闻都 focus 现在土耳其嘛，叙利亚的那边是土耳其人也不知道，那边大概有什么事情，完全的状况都不知道哈。是什么样？对，我们都不知道。是，其实啊，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这件事情，也谢谢涂家您忍着这个心情的悲伤啊，来跟我们来告诉我们啊，现在在土耳其最新的状况，也祝您啊所有的家族呢应该要平安，然后能够重新站起来。谢谢涂家，谢谢你，谢谢你，拜拜。谢谢。好，刷来咱就来请教这个张老师哈，拍摄和你坐遐久哈。张老师他主要有讲到哈，这个所在哈真济叙利亚这个难民伫遐哈，就你过去来做个田野这个调查哈，目前为止你感觉这个救援，尤其咱知影，这个叙利亚这个难民有一部分伫这个土耳其，有一部分是叛军，有一部分是政府军。他拄啊涂家讲的，讲哦，其实拢完全拢看起来拢唔知呢。现在在这个叙利亚那边来讲，当然最大部分就在土耳其里面，一开始大家都讲到，大概400万人甚至更多。那其他那个部分，我觉得相对来讲，他们应该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协助，因为在土耳其的政府支持之下。那比较麻烦的应该是我们现在要去想说，叙利亚内部里面的这些难民或是境内流离失所的人口，他们的状况怎么样？特别是在所谓的反抗军占领的区域，因为今天他们也是很多外国媒体去跟他们连线，跟当地那个白盔团体联系，说那该怎么办？那当地的人也说，我们这个现在遇到的状况是比战争时期更加严重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物资。可是又回到他们现在这个所谓的冲突状况、内战的情况的时候，外国资源就不一定进得去，会比土耳其更难。他们已经不是道路的问题，已经不是路上进不进得去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你外国团体要进去，一定得经过一个主权国家的同意。那你叙利亚政府一方面为了爱面子，可能我不需要帮忙，或者说俄罗斯或中国大陆在后面帮我撑腰就够了。那我也不需要让世界知道说我们太多的数字。老师，你来停一下哈，讲给观众朋友来知哦，因为哦，真侪人对这个世界其实是不了解哈，就是叙利亚这个国家吼，伊是分裂，吼，一边是什么人咧逼谷，一边是什么人咧逼谷，你讲给大家。他其实叙利亚原本是在这个同一个家族领导之下嘛，可是到2011年发生革命之后，变成内战之后呢，现在分裂了。可是现在反抗军到2015年之后，其实差不多慢慢结束了啦。现在能够占据的位置非常少，就是在刚好这次地震比较接近的地方，就北边的一些区域。那其实没有很大的一个领土，非常非常小。可是那边的人口也不少，也几百万人、200-300万人跑不掉。对，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去叙利亚里面嘛，那很多人可能待在那个反抗军占领的区域里面，或者说甚至是被土耳其政府让他遣返到这个所谓的叙利亚的反抗军占领区里面。所以那边的人口，他们得到的物资的援助一定会低于这个叙利亚政府军占领的区域，就大部分的叙利亚来讲。对，是。那么，以这个救援的动作哦，真慢。咱也知影讲，这个过去啊。发生过真侪这个地动哈，在历史上哈有很多的地震发生过哈。在过去你在城市，这些叙利亚的这个城市难民里头，他们对这些事情有很在乎吗？其实他们根本都不 care， 对他们来讲，这是对叙利亚人讲是一个很遥远的故事。就你跟叙利亚人讲地震，他们说哎呀，这个只有台湾才有了，这我们这边没有，因为叙利亚很久没有经历地震。就我亲戚来，他们前几个月不是台湾发生地震吗？可以摇开始大叫啊、尖叫啊，像恐怖片一样。那个时候，可对我们来讲可能还好。然后摇完之后，我看怎么我岳母继续在那边摇？我说不是停了吗？他说没有啊，我感觉我全身都在摇。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遥远的事情。可是讲完几个月之后，就到那边来了。因为叙利亚之前比较大的地震，如果我们看历史上，可能在最大是在1100多年那一次死了20几万人。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可能不会发生。所以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准备，也是为什么到后面一发生就会
这么多人受到这个伤害。我给观众朋友小介绍一下哈，因为张老师哈，伊是做伊斯兰研究，所以呢，伊也去到这个土耳其呢去做这个叙利亚这个难民的这个研究哈，所以熟悉伊即摆太太。啊，因太太就是叙利亚的人，所以他对张老师所讲的，就是讲因太太叙利亚的这个亲戚吼，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对着地动咧摇的这个情形啦吼。那但是伊即摆有联络过，听讲你的姑啊，啊个伫马斯克，哎，对。伫大马士革，对，他们大马士革那边，即便它的震央是在北部，可是大马士革那边对他们来讲摇的也很严重。哦，对他们来讲，可是我看可能也才2、3级、3、4级吧。可是因为太久没有经历地震，然后可能建筑也不是那么的稳固，可是当然是没垮了。可是他们就很害怕。这就要请教的老师来给咱科普一下吼。他说老师已经讲啊，这规大片吼，拢有可能是这个地震的所在，但是去到这个叙利亚这边啊，伊讲是大马士革哦。也有感受到这个地震，可见讲这个实在是真大哦。是啊，7.8是足大啦。迄7.8地震也要讲起来，你用能量来算哦，千几粒的原子弹啦。对啊，讲超130粒的这个原子弹，爱爆炸43秒哦。你若讲1秒哦，那算起来就头头老师讲的千几粒哦。啊，所以变成伊即区咱头嘛有讲过吼，伊迄种大地震较少啦，吼。你讲规模5点几、6点几地震有啦，吼。但是你讲要到市上较少啦，啊，所以变成伊即个厝啦各方面来讲，防灾概念就较少了是啦。所以即摆拄了遮大，伊7.8佮比北边即条100-200年，伊佮比较大，伊差不多上大一个地震，伫土耳其这一摆爆发啦，对，伊累积能量太久哈，所以伊的这伊的规模足大就是啦，所以变得你这道真严重的。老师，啊，还有一个新闻讲吼，啊，就是因为遐都无警觉，所以起厝拢无起地基啦，所以呢，才摇甲遮厉害，啊，真脆，安尼讲对。我想地基的这个功能，这大地震地基都无效啊啦。啊。因为你建筑本身你的条啊各方面已经拢伤弱去啊嘛，啊地基一般来讲吼，可能咱像咱台湾东部来讲吼，东部的厝吼，拢独门独栋嘛，伊拢啥？阮叫伊做的是华式基础，就是无地基，但是伊基础伊伫地面上有一个水泥，伊放遮，因为你摇迄阵吼，伊厝袂对你摇，伊厝袂对你摇。哦，因为真重啊！你摇我安尼。你涂骹你去摇啊，我小啊摇。安尼颠倒是安全的。这是安全的，爱用华式基础。华式基础。华式，所以。中华的华。不准啊。哦，准啊 ，good 啊。这华式哈。啊 ，good 势哦，迄个划船的划。够准啊，迄种代志。迄种款的，就是啊，所以你厝较袂食烂嘛。啊，所以啊，2、3楼厝是用伫种所在 OK。啊，你若讲你有条啊吼，佮做地基固定伫地面上吼，你地面摇偌紧吼，伊厝就对摇偌紧嘛，所以你厝会食烂嘛。哦，等到传动的时阵会食烂。所以咱东部的厝种厝吼，拢嘛是用华式基础，就无地基啦。啊，种厝来讲，你就较安全啦，反而较好。对。啊，所以这种当然每一个所在伊的地基条一个。啊，若是咱台北市咧，敢通好来起这个华式基础？无可能啦，咱台北就土地太贵个啦。你华式基础讲，你10楼厝嘛无可能，你哪有地基嘛？哦，啊，咱台北市的厝，因为台北盆地内面伊土较软，所以就袂使讲无基础，迄个要有基础。啊，但是若是像老师讲，这个遮大这个地震来，所以咱有更滚嘛，所以伊的建筑师伊会去设计这种款嘛。啊，咱一直考虑讲，咱台北市的厝老少吼，围绕的房子伤济无法，伊就因为地点，你看伊个嘛无地基啊，但是因为伊的起的时阵，伊的安全系数伤过低嘛，啊个老厝。老的厝来讲，水泥更骨拢已经腐去啊，吼，锈蚀去啊，所以安全系数真低啊。所以这种头咱讲的这种讲几十年啊，你讲这啊嘛无效。你一摆起，你无迄个警觉性，无去拄着吼。你看，所以小港咱你讲这道伊嘛小港，伊遐200年就无地震，啊，所以伊就无警觉性。倒是
大多咱一直讲啊，这大家爱自我警觉吼，这头一个。但是咱佫看到讲，你若一个国家，你的基础建设无够好，你连救援救助都无效咧吼。是，吼，这我来请教着张老师吼，以你所了解的这个所在的，咱请这个张老师甲咱介绍一下，即摆晋阳的这个省，吼，有两个所在，一个叫哈代吼，一个叫做加西亚特。这两个所在在整个土耳其的这个政经的地位啊，政治经济地位是安怎？啊，伊在所在的位置又果是如何？那 Gaziantep 跟哈泰大概就是土耳其东南边的省份，所以它在当代土耳其来讲，它就是一个对外出口陆路上跟海上的这个贸易往南边的阿拉伯国家走的一个重要贸易路线。那如果更久以前在丝路时期，它其实就是有人经过啊，商队驻队这样子。那除了这个比较久的地理位置之外，历史上它其实这个 Gaziantep 它跟 Aleppo 是对在鄂图曼帝国统治下是同一个省份，所以这个为什么那么多叙利亚人在逃难的时候选择到Gaziantep， 大概差不多40几万快50万人，唯一也通。对对对，语言因为当地很多土耳其人他其实是会阿拉伯文，他们是阿拉伯人种，可是在土耳其国家里面长大，所以他们在文化上也很接近。那经济上他也扮演了一个很跟南边的阿拉伯国家，像是伊拉克或是叙利亚的一个这个贸易的走廊，所以很多，因为他们是叙利亚跟土耳其在战争之前，其实他们有签一个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了，所以他们之前其实两边的商人都可以自由来往，所以叙利亚人放假就去土耳其玩，土耳其人就到叙利亚玩，就走这个 Gaziantep 那边最接近，开个车就到，离 Aleppo 大概100公里就到了，所以两边的往来是很密切的。它的重要性对土耳其来讲，就是一个往南的一个陆路上的一个贸易，跟通向阿拉伯世界最直接的一个道路。那讲是繁华的程度，就是繁华的程度。繁华的程度其实还好，它其实我觉得我在那边待了几个月，我觉得当然是不可能跟 Istanbul 比，可是可能也有到这个，我也不知道跟什么比较好，可是还 OK， 因为它那边也有那个 metro， 也有捷运，然后对也有捷运，也有捷运，Gaziantep 也有捷运，然后它也有 mall 啊，有那种大的贸易商场。那他们最特别，为什么对叙利亚人会喜欢那个地方呢？一方面气候，最重要是他们有一个城堡。有一个城堡，就像 Aleppo 一样 ，Aleppo 有一个城堡，所以他们说在那边很亲切的感觉。咱甲这些观众朋友介绍哈，这个城堡哈已经倒去啊，倒了一些墙壁倒了，我看了一些。这壁倒已经倒去啊，这是罗马时代哦，所留落来2世纪还是3世纪啊，但是后来一直修啊，一直翻修啊，敢若故宫一直修哦，这是你来去观光的时候哦，大家真爱去看的所在啊。但是这也会花去吼。老师他都也讲到讲，伊这在整个土耳其的这个地位吼，但是这个难民吼，想要我要请老师来的这个原因，就是要讲给咱台湾人听吼。因为他都要邱老师也讲，伊想来要去做这个台湾中心，因为咱台湾吼，其实咱摕到咱的护照，敢若孤儿咧，吼。老师啊，当面遐住了真久啊，当面遐看过吼。这个难民的这个心情，你一定也真理解吼。对着咱台湾人来讲，吼，咱应该来安怎看待这个难民的这个代志？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止台湾人，西方媒体甚至西方人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认知，觉得难民就是贫穷的、需要帮助的、没有能力的。可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难民在成为难民之前，他们不是难民的，他们可能是有工作的人，可能是医生，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工程师。可是他们是因为战争被迫的情况下跑出去，可这不代表说他们一定就只需要你直接金钱上的帮助，他需要的是一个尊重，他需要是一个可以融到当地国里面，让他安身立命的地方，让他可以继续发展。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要做的是，当地的接收国或是其他的团体，我们要想办法说，怎么样让他们发挥自己本身拥有的能力，去融入当地。比如说你现在要盖房子，刚刚裘老师也说，他们就让当地的这个叙利亚工人或者工程师一起帮忙协助建造，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让他们发挥他们自己本身就有的能力，然后在新的环境当中可以继续生存。这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第一个要有尊重，他们不是说次人一等，不是说次等公民，他们是跟我们一样都是人。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看说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是可以直接发挥出来的，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融合方式，互相的尊重。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讲。这个土耳其的这个政府对着这个难民，因为400万其实是太多啊。土耳其的人口可能才8000多万，才8000多万，已经占了超1/20啦吼。这对因来讲是真负担的代志吼。因是安怎一直安尼会甲吸起来？那其他的欧洲国家拢唔愿意收呢？其实土耳其他一开始他也没预料到叙利亚战争会打这么久，
他可能想说，我开放税场，他其实他的难民政策经过了大概3次的改变，从一开始2011年叙利亚革命爆发变内战的时候，他完全开放，叙利亚人只要拿一个文件，不用文件就直接走进去了，走到土耳其里面。那到后面开始，因为他那时候他们觉得说叙利亚人一下就要回家了，战争结束，那他们做了一个好事。可后来战争越打越长，从一开始几百人到2014年开始50万人，2015年100万人的时候，他们开始慢慢受不了了，所以2016年他们就改变了第一次政策，叙利亚人要进来，你需要有签证，第一次紧缩。那到后面2019年是禁止叙利亚人再进入。那他为什么要收呢？我觉得土耳其他要收的是因为现在这个总统他是秉持一个比较人道主义、比较所谓的伊斯兰色彩的一个总统。然后一方面他也是跟他的政敌阿萨德一个互相对抗，就是你对你的老百姓不好，我收你的难民进来，我协助他，所以他在区域上其实得到了蛮大的一个人道的一个形象的提升。那他也借由这个难民的收容，可以再去跟欧洲国家进行。经济才真歹呢。可是我觉得他的那个经济的衰落跟难民的到来，这是2回事。很多研究现在来讲说，很多人想法是说难民进来，那你国家负担会变多。可是其实你看一些研究已经指出说，难民的进入并不一定会造成国家里面的这个经济衰退。为什么？因为难民，你说像叙利亚难民，他90%都是城市难民。那城市难民他住在哪里？住在房子里面，谁的房子？土耳其人的房子，那是政府给你钱去住吗？对啊，租金哪来？我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所以他们要么自己口袋里掏出来，不然就是我在当地打工。打了工，再把这个钱交给土耳其人，所以我们要仔细去算这个难民经济到底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胜盘对这个其实很难，还要更多的研究去讨论。然后它其实中间有一群，我自己是做商人研究，现在已经有15000间叙利亚商人公司成立，有叙利亚的公司在土耳其成立，做两边的生意。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经济当然一定会对环境造成影响，生活空间做挤压或基本的工资啊，或是这个基本的物资调涨。可是不代表说这一定是一个负面的。就是回到一开始我讲的，我觉得要怎么样让收容国政府跟难民之间协调。可是当然你还有很多问题要面对，譬如说你国内的反对党。其他可能在政治要选举的时候，就说都是难民的问题啦之类的，所以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我觉得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投入，去看看到底是一个正面还是负面的一个情况。是，咱在纠正来这个上后尾这个救灾吼，陈老师，咱看到这摆吼，咱有人讲，这个地动吼，要有上无要有100公里的这个长站，看起来才会跟咱过去迄92的车辆部吼，同款，才有这种。咱台湾吼。一个同款的问题啊啦，是到这位所在哦，大家要提高警觉。好啊，警觉来讲，因为台湾短暂真济了，但是袂讲足长啦，袂讲足长，几十公里拢有啦所以规模你讲7.3、7点这种以下拢一定有啦。但是要到7.8吼，这种伫陆地，咱的路上来讲是无啥有啦，一般爱伫海底，海底就是花莲的东北边海底就有可能啊。会当到7.8以上这种地动啦，所以我想一般来讲，就是咱较担心的是陆地上，因为陆地上伊的地动7.0、7.3，伊也靠近这种都会区，伊就灾情就出来啊，就一种真严重啊，因为咱这个老厝真济嘛，所以我想这一般咱爱较注意就是啦，爱有警觉就是啦，所以咱直接呼吁讲，老旧房子赶快改建嘛。不管你是啥物长站呐，对，迄种这免讲你像咱湘北市这内面哦，这种阮估计这种较歹的厝吼，真弱的厝，差不多40万栋嘛，40万栋毋是间哦，40万栋哦，哇，那一栋4层楼厝还佫2平，对啊，所以你知影这是320万户哦，对啊，所以这种这真严重，这种厝我老实来讲，湘北市这种厝吼。袂动的吼，一个6.5的地动，伫咱台北市附近有一个附近有一个6.5的地动，这厝拢袂堪的，免大啦，免那个7.0啦，6.5就好啊。哇，所以在大家真正爱家己自我警觉，除非尤其咱台湾真侪这个条啊，迄个电啊卡吼，会较软的所在吼，这是啊。上后尾这个请这个张老师来甲咱讲吼，就是即马吼，大家拢关注着这个土耳其。其实叙利亚其实咱外界要安怎介入嘛无法度呢吼，这救援之间佫真侪即个国际之间的悠乐吼，你来评估即个目前为止苏联也好，甚至中国也好，因的即个态度咧。你说对叙利亚战争，他们就是
中国大陆它这是很明确，它就是不介入政治，可它就是支持叙利亚，所以它在联合国里面的安理会投票都投否决任何对叙利亚不利的这个活动。那俄罗斯因为叙利亚是它唯一在中东的阿拉伯盟友，对它还有军事基地，所以它一定会死守叙利亚。那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西方国家不理解、不去支持叙利亚呢？因为叙利亚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利益去让他们进入，没有石油，又没有其他的什么重要的资源，他为什么要去帮你消耗人力？所以我觉得叙利亚的状况会继续这样维持下去，然后就看之后会怎么发展了。可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啦，对啊，目前看起来是这样。那你跟他说 Inshallah， 对 Inshallah， 哦，这观众朋友 Inshallah 就是如果上帝来稳准，哦 Inshallah， 那么希望啊，土耳其的这个民众会当平安，咱台湾人会当看得自己。感谢陈老师，感谢丁老师。